好，咁我問媽咪啊，咁咧就你將你嘅兒子帶嚟神嘅面前施洗，你係咪願意按照聖經嘅教導，培育佢成為一個敬虔愛主愛人嘅基督徒咧？願意。我而家嚟到為佢施洗。我而家係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佢施洗。我用水喺佢額頭上邊畫上十字架。祈求主與佢永遠同在，我哋一齊為佢祈禱嚇。主耶穌，我哋咧係知道你好喜愛小孩子，祈求主你賜恩典俾呢個小孩子，讓佢充滿咗神你嘅恩典。喺佢長大嘅過程裏面，常常經歷嘅都係主你嘅保守同埋恩惠。求主賜俾佢生命充滿咗力量，從你而嚟。喺父母嘅教導，喺教會嘅幫助，喺佢屬靈嘅朋友嘅扶持底下，成為一個敬虔愛主愛人嘅基督徒。禱告奉主嘅名。阿門。好，跟住咧，最後兩位咧係轉會嘅。轉會嘅意思就係咧，佢哋係曾經喺第個教會洗咗禮。